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、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今次因為想同朋友聚會，所以就想揾一間抵飲抵食嘅打邊爐，而又可以坐得耐啲，傾下偈。於是就揾咗一間喺荃灣任飲任食點心同火鍋放題，只需要百幾蚊就可以食足5個半鐘。呢間茶樓其實都出晒名呢個放題抵食噶啦，但係一直都冇過嚟試過，所以今次就過嚟試下啦。首先搭地鐵去荃灣站 B1 出口，喺 B1 出口一出嚟就會見到天橋，過咗天橋之後一直行，然後再見到另一條天橋。再通過天橋之後，就向左邊向下落，落到地面之後就一直行，到街口之後轉右就係眾安街，然後經過眾安街一直行，到差唔多第4個街口嘅右手邊，轉角位就係啦。呢度就係好出名、好多嘢食嘅大鴻輝中心。然後入去搭升降機上去12樓，12樓全層都係呢間茶樓。呢間茶樓座位都幾舒適，地方都幾大，台與台之間嘅距離都幾寬闊噶，而且環繞住3面都係窗，所以好光猛啊。雖然地方都有啲陳舊，但係感覺都好舒服啊！呢度星期一至五午市嘅點心火鍋放題就158蚊一位，小童就118蚊一位。午市係冇長者優惠嘅，但係晚市就有啦，可以由上午11點食到晏晝4點半。如果星期6日或公眾假期就要加多10蚊。晚市成人一位就要215蚊，但係65歲以上嘅長者憑長者卡就可以減20蚊。晚市同午市嘅分別在於，晚市就會多咗啲熟食同埋雪糕。喺夜晚8點嘅時候，亦都會出一轉片皮鴨，但係午市就冇啦。晚市嘅話，如果6位以上訂座，可以送半隻片皮鴨。注意返，如果一個人嚟打邊爐，就要加返18蚊鍋底錢，加埋一就大概20蚊左右。湯底就有13款選擇，分別雞煲、魚鍋、排骨鍋就唔可以雙拼，其他湯底就可以雙拼做鴛鴦鍋。點心就有19款。包括蝦餃、燒賣、小籠包，但係就冇灌湯餃。大部分都係一件一件嗌，有啲係一碟嗌。如果平日嚟呢度飲下午茶嘅話，大中小點都要24個8啊。蝦餃都要15蚊2粒，所以食得到嘅話，喺度食放題係抵食好多噶。至於火鍋配料方面，除咗出面自助區之外，落單都有12款，包括肥牛、豚肉片、海山蝦、脆肉鯇、魚頭、手打墨魚丸等等。最令我驚喜嘅係呢度嘅飲品啊，居然有樽裝維他奶，有橙汁、蘋果汁同埋各式各樣嘅啤酒、可樂、忌廉、芬達都有樽裝版啊！講真，我真係好少見到食店有玻璃樽版嘅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啲罐裝飲品。另外呢度都有6款嘅熟食，主要都係一啲粥、糖水同埋湯類，例如碗仔翅、芫茜魚片羹、紅豆沙、皮蛋瘦肉粥等等。後尾我都見到佢轉咗一個番薯糖水出嚟。我都甚少去打邊爐有中式糖水飲啊，所以都覺得真係幾正。喺飲品嘅後邊呢，就係自助區，有魷魚、豬皮、雞肉、
丸、芝士腸、蓮藕等等。而蔬菜區域呢，款式都唔少，主要都係一啲金菇、粟米、生菜、番茄、蘿蔔、白菜仔等等。呢度啲肥牛都可以接受，雖然唔係極靚，但係都唔係極差，賣相都唔錯。呢度啲魚韻同基圍蝦、脆肉鯇都好新鮮，而且啲魚韻嚟得都好靚。唔單止第一次嚟嘅好靚，第二、第三次嚟嘅都好靚。而且我覺得呢度最好嘅係落單冇耐佢就嚟啦，絕對係唔會慢吞吞。而其他食材都係新鮮嘅。我哋就嗌咗一個鴛鴦鍋，分別係麻辣湯底同埋沙爹湯底。呢度嘅鴛鴦鍋係唔使加錢嘅。佢呢個麻辣湯底其實唔係好辣，但係如果你淥菜嘅話呢，沾咗啲花椒八角呢，就真係好辣。呢個沙爹湯底都唔係幾食得出好濃嘅沙爹味，但係都可以接受。啲牛肉都切得唔係好厚，所以都好食。整體嚟講，呢度啲火鍋配料係好新鮮，所以就好好食。啲蝦亦都好彈牙，好爽口。啲魚韻真係好靚，所以好正啊！至於點心方面，牛柏葉就只能一碟碟叫，佢整得都唔算太韌，而且味道都唔錯，調味調得幾好。至於小籠包就真係唔錯，佢一咬開就爆晒汁，但係佢個皮呢就有少少厚同埋硬。蝦餃呢就真係幾大粒，入面大概有1至2隻蝦左右，蝦都係彈牙，所以咬落去係好滿足。粒燒賣睇落嗰個賣相都好似爭咗啲，但係食落去個味道都可以，都彈牙。蒸排骨就都一碟碟嗌，而唔係一粒粒，咁所以一嚟就真係要食晒成碟啦。味道都正常。而炸雲吞就可以一件件嗌，呢個炸雲吞都夠脆，入面都係有隻蝦，都可以接受。平日午市打邊爐就158蚊一位，要加一服務費，一個人就合共174蚊。整體嚟講呢度我覺得啲嘢食係幾正嘅，因為以呢一個價錢嚟講，點心同火鍋都係任食，嘢飲任飲，仲有一啲湯水甜品俾你食，我覺得真係好正。而且食物都好新鮮，落單後啲食物都好快到啊，而且侍應嘅服務都好好啊，特別係同3、5知己嚟呢度食嘢啊，5個半小時可以喺度食，又可以傾下偈，唔驚得2個鐘唔夠時間食嘢啊！所以今次同朋友嚟呢度食嘢，食得好開心啊！而且呢度最大驚喜嘅係有玻璃樽嘅可樂同維他奶啊！嗰個維他奶啊，真係兒時嘅回憶啊，係特別好味嘅。如果大家嚟食嘢嘅話，記得要 book 台啊，除非你係星期1至5幾個人嚟啦，否則其他時段都最好訂台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